今仔吼，咱的观众朋友，新店的张小姐有寄一粒影片，要来分享给咱大家哦。好，来，请看。我平常时拢会夹几款特大的保特瓶摕来做细的糞扫桶，只要位中甲伊刮开了，甲伊拍好打了，佮甲伊放一个塑胶袋啊，还是纸袋啊，安尼就做好一个细的糞扫桶咯。平常时会当泡茶食土豆，若是有上班会当放在办公室边啊，安尼拄啊好嘛袂占空间。第二种呢，就会当用这款普通大的电梯里呢。饮料瓶嘛会当位中来切真破，两半拢是同款的做法，甲铁钉啊烧烧，就会当最轻松的咧保特瓶的底部拍几个孔，然后搁咧顶悬加一个细孔，放一个树林还是树啊，就会当挂伫个厨房的水槽啊，就会使摕来倒厨余，甲水拍好打了，就亲像滤网同款好用，嘛会使一摆做几下个。那失去个该单调，安尼厨房的水槽啊，嘛袂太过烂落咯。